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要过年啊，照咱台湾传统的咧，过年拜拜，若是拜祖先的菜，囡仔是会当头年；若是拜神明的生日，都袂使。就一寡妖怪囡仔会流喙烂，伊时阵过妖怪假细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字细字的字，读做字第7条，嘛有人读做字。字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就是肥油的意思，咱讲油字。另外字能意思就是讲精神啊皮下骹站的油脂站，或者是讲一寡黄瓜、芳瓜、苦瓜在内，这瓜仔类内底盐含脂相夹的部分，像讲字能油、字能肉、得字能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无细字，咱先讲细字，就是讲一个人做代志真斟酌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足客气。若是无细字，就代表讲是无注意，或者是无客气的型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妖怪假细字。字面的意思是讲一个人想要食，佮假先客气讲唔免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真假先，明明想要抵，也佮假先讲无爱，就是讲一个人心肝想的和做的无共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妖怪假细字，爱食假客气，意思要我紧去吃假细字，奸臣假义气。嘛有人讲是海龙王吸水，意思拢是假细字。这款假先的人，一个无细字，句卡就会说出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字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